再把下要同大家了解两个人物，先来看嘅係100機會本一個飯店高級主管米高娘奶，到飯店管理替飯店做為20年嘅邱秀瓊，本單嗰度自家會替飯店業貴生人呢。100去東南亞了，看到有人替做數字娘奶，如安嚟改變呢一個人生。太自然環境如係邱秀瓊嘅先生，以創作嘅幾多細型仿真品嘅數字娘奶作品，從比一定遠遠高嘅韓國世界化，搶出高知也到，從多人說到位去，尤其係攤販老店嘅內列，韓國係本幾多人可能如鬼講通為明起頭擺嘅事情，以用感情，韓國本單去品嘗無碼嘅嘢娘奶。演出的萬千世界，林秋玲採訪帶大家去邱秀瓊嘅花草空間。某個東西就做在用那個書來捏出來，我感覺這個一種。像魔術師一樣嘅。世界搶出個字百年談呢，茶貨店都東西東車，我用面談是最豐富，行業票少搶嘅花花世界，但好東西不能看到冇做出嚟嘅，唔過是冇半幾片到喎。小食看啊，嚟到做下係別這個遠遠嗰個哈那世界假嘅數年飲奶。這個特性就係佢做起來會有一個透明的感覺，嗰個這個韌性同好，啊，佢做得所唔係做泡泡嘅呢，佢熬也熬得，也唔會團體，所以佢也唔會上固，也唔會有嗰種嘅黃菜啊就去食。咱像講我做嗰種嘅時菇呀，就做到容易嘅東西，佢也唔會團體，頭擺年頭都冇法度，唔做到下佢硬係係一名定叫做團體。欣賞邱少瓊嘅作品，最衝頭含起來，特色最白白好好管當昂腦，係要大啲玫瑰嘅學生啊，簡擺轉到推翻填錯為來合作。因為待會我們昨天有做那些珠珠，所以我們待會珠珠要把它看上去，所以趁它現在還沒有乾以前，我們先把那個要放的位置先把它打出來，然後目測一下它的距離，然後兩邊的動作都一樣，從這邊也是把它切掉。這個底下呢，你就可以選稍微小一點點的。這樣可以嗎？就是它有一點點那種斜下去的感覺。邱老師他的功非常非常的細，而且他做的作品很多是，我覺得是他的創作的部分很多，對，那比較沒有那麼商業，對，所以就很愛他的東西。那每次從美國回來，一定都要來這邊找幾天跟老師一起學。對啊，我一定要排除萬難。花必數之故事。這個月遠國嘅台式嘅範圍，就得做時類裝固，還有就發現冇，下就世界五彩繽紛嘅花衝度，就是跳難怪怪嘅成妖嘅，空到地度水母，搶出東岸嘅石盤嗰度，撒有一隻藍色嘅街輪，一條都係邱少瓊跳設計出來嘅原創版詞彙，除咗本大家隨時有另外嘅歡喜。冇啦，佢當作講佢係一隻事業嘅生意，啊，就做我自家嘅興趣，啊，所以你自家用自家嘅興趣去做噶，當做對人自家嘅作品，讓人嘅感情變入去，就看到嘅人，有啲人看到叫佢感動。舉擺到東南亞兩位李昌都，邱少瓊發現嘅數年飲奶，將呢個後簽出了自家學自家創作，
网研究家己用大自然做嘅欣赏，对生活度亲灵感。咁面雾的话呢，它本身有些的水，所以呢有点透明感，所以演出要比表现出来有一些的半透明感。所以人家呢不用这些拍摄落去，但是特别是面雾就感觉较唔可以注意到，有只心，安尼先做好些来哈，先来去做悠悠的。为做到像也有些地方对观察小细，就连脸部皮肤嘅皱纹都做到动巧。到日本伊个较强的笔，然后呢，然后那个当包一set开始那个画下来，强的那个一片画一片转，你就会做各种的讲完，系嘛？但是你一看讲哦，这就演的扮演，这就是拍，系嘛？所以能用扮演来去做出你一看就底，系嘛？加你就底讲哦，我爱用做有参。对上面应该是排经验都好，有少情讲，也没为于是平常动力嘅观察。你要看讲恁的菜，甲我做的物件有成无？像人家看要按太胖，按那个做到像差不多10元按些，一天到那个做到，佢看起来本一看就知讲地部迄嘛个菜，像那个番茄炒蛋，个番茄炒蛋呢，你煮起来就按样型，像按烂样的，但是呢个烂的东西能做起来。很容易表现出来，本一看就知讲哦，要按些盘的东西，是不一看就知讲啊，也係番茄炒蛋。这下面是小港的吗？我赶快进无港。啊嘛是花菜。哦，係进口的。啊，迄拢进口的。啊，为什么咱会较细粒？伊迄进无港，这算类似青花苗。天早因为抢菜太普都强势的较多，然后做一个菜坛的家，一天要去注意到个个石木按样版型呢，那个石木挑出地方，不如看起来感觉啊，也规则个菜摆起来很强的多。过一只就系注意个季节，个春夏秋冬个菜出来的东西无同样。有条菜呢，春天的菜呢，然后嗰种秋天的菜。热天的菜、寒天的菜，也无同样的，唔做唔来变中下。土上些组合都系好门，就像两塔卖淮山呢，如此有丰富嘅鹅，大梅鹅还有金的色，就像这样对怀度流上内容，很感受味道，佢生活法嘅生命力。邱少卿嘅作品当中，有种摊贩内列将嚟动态之部分，佢讲10年、20年过后。也都点么可能都冇咧，佢希望保留也都美好事物。伊看到也在像样嘅藥房，佢就會想到哦，佢頭擺嘅老藥房嘅樣嘅，看到嘅做嘅長菜賣菜嘅，佢係想到都會想到講哦，嘅市場特別看到嘅東西動親切像條頭擺老店嘅啦也係講有條身邊嘅東西，佢因為。常常會看到，點都人較唔會去注意佢，因為講佢理所當然，佢就應該愛炒幾笪蔬菜。感覺也係一隻保存歷史的一種另外一種方法啦。集權生活，集權菜題，也係邱少卿嘅作品，就對這些大家窮敏感眼睛。講唔係為咗講愛買件種嚟做嘅，實際上有興趣，感覺佢。有一隻本來那個感情表現出來嘅舞台，所以我真會做佢。但是做佢，我也有陣時我也會讓人家講我咩會到創業前頭買咯，我因為唔懂中意嘅東西，我啲唔會報熟佢，所以我真買本。邱少卿講，做啲做自家好做嘅事情係幸福嘅，啲啲細細嘅空間度創造自家無限大嘅想象世界，
为继续融入内创作感图。